社聯主辦嘅 E 任務樂齡科技租賃網購平台暨靈活共創社福同行香港與內地樂齡科技協作啟動儀式。意義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希望咧令到啱用又平又好嘅樂齡科技產品咧可以落戶千家萬戶，令到香港有需要嘅老友記啦，我哋嘅殘疾嘅人士咧就有一個負擔得起嘅選擇。而家樂齡科技咧，大部分有需要人士可以服務佢哋嘅話咧，都係要入屋嘅。第一咧個標準大家要信到佢過啦，咁所以有咗社聯做一個品牌，做一個品質保證嘅話咧，大家就唔需要擔心。第二個要解決咧就係啱唔啱用同埋用唔用得起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嘅E任務咧，合作伙伴好多係嚟自內地嘅，既做得好，亦做得平。我好期待咧喺未來嘅日子入邊咧，E任務會越變越大。今日我哋邁進咗一個好重要嘅一步，首次舉辦E任務樂齡科技租賃平台交易會。樂齡科技唔單單係提升長者生活質素嘅核心方案，更係推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嘅元素。社聯引領跨界別嘅合作，俾香港社福界同埋內地供應商同埋香港嘅代理咧對接，並結合喺線上同線下嘅模式，俾大家可以喺現場體驗到產品，同埋又可以透過E任務平台了解同埋選擇心水嘅產品，俾科技咧真係可以融入照顧復康人士嘅需要，成為長者生活嘅好幫手。多謝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嘅鼎力支持，共同為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打造更友善、更智慧嘅城市。感謝各位合作伙伴嘅支持，俾我哋攜手推動銀髮經濟，為長者創造更安全、更便利、更有尊嚴嘅生活環境。從2017年開始，我們與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社聯緊密的合作，推動樂齡科技從理念倡導走向產品落地，從社區實踐擴展至灣區的共建。E任務已經從最初服務社福機構的專業租賃系統，升級為面向公眾，即租賃、測試、購買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服務平台，實現了從單一的服務供給到全鏈條生態共建的關鍵跨越。目前E任務平台我們匯集了58家來自香港、內地以及國際的優質的供應商，上線近200款智慧康養的產品，實現現場體驗、線上選購、及時提取的服務閉環。招商局願與特區政府、社聯以及各界夥伴攜起手來，持續支持樂齡科技生態建設，為實現港深兩地老有所養美好願景添磚加瓦。